会甲这款特大的保特瓶摕来做小的糞扫桶，只要胃中甲伊刮开了，甲伊拍好打了后，佮甲伊放一个塑胶袋啊，还是纸袋啊，安尼就做好一个小的糞扫桶咯。平常时会当泡茶食土豆，若是有上班会当囥喺办公室边啊，安尼拄啊好嘛袂占空间。第二种呢，就会当用这款普通大的电梯啉的饮料瓶，嘛会当胃中来切真破。两半拢是同款的做法，甲铁钉啊烧烧，就会当足轻松的咧保特瓶的底部拍几下孔，然后搁咧顶悬加一个细孔，放一个树林还是锁啊，就会当挂伫个厨房的水槽啊，就会使摕来倒厨余，甲水拍好打了，就亲像滤网同款好用。嘛会使一摆做几下的，那失去个甲伊单掉，安尼厨房的水槽啊嘛袂太过烂落咯。